各位嘉賓、各位評審，大家好。首先，我謹代表越秀交通喺呢度多謝資本雜誌頒呢個企業管治大獎俾我哋。喺呢度，我要衷心多謝咁多位評審對越秀交通嘅肯定同認可。呢個絕對係我哋公司所有同仁努力不懈嘅成果，亦都要恭喜在場咁多家公司。企業管治係現今企業發展重要嘅一部分。我哋始終堅持，我哋以透明、高效、具有責任感嘅管理方式，係維持企業健康發展嘅一部分。我哋會繼續努力提升企業管治嘅水平，務求為社會、股東創造更大嘅價值，邁向更具前瞻性同責任感嘅未來。多謝各位。